王後，昨日雙星半月，宮裡頭說此非吉兆。哦，有此事。大王已經讓永相令準備東西到祖廟去祈福消災。你們2個去膳房看看，我一大早就做了棗泥糕，公子鬧着要吃，都这时辰了，還沒給送來。是。王後在想什麼？双星半月，金木爭輝。我記得那公子華是金命，可我的當兒是木命。說起來，公子華在諸公子當中最受大王器重。前不久，魏夫人主動上奏，懇求大王伐魏，還提議公子華作為先鋒。大王雖未即刻首肯，但魏夫人壯士斷臂，已讓大王動心。秦魏交兵是遲早的事，倘若公子華出師大捷，說不好，魏夫人那一頭就可能死灰復燃。這個做母親的還真是狠心，她就不怕戰場上刀劍無眼？得想個辦法，讓大王忽略此事。對了，大王的寿辰就快到了。奴婢怎么記得大王好像不怎麼過壽辰啊？去年也是這個時候，你跟大王提起要給他辦壽宴，大王好像回絕了。那是因為夢瑩拒婚，大王在氣頭上。但今年就大不同了，雙星半月是凶兆，該有喜事來衝一衝，哪有不辦的道理？那是得好好籌劃籌劃。大王向來節儉，操辦起來可不像我們當年儲公那樣，但排場還是要的。明日你把永相令穆慶招來，他上任半年，人還算伶俐，我會吩咐他把諸事一一打點起來。是。你們看看，怎麼樣？明日大王壽辰，王後要後宮嬪妃各自準備賀禮。別人都是送金送銀的，咱們送的最貼心。雖說是敢做的，要我看也還說得過去了。夫人的針線在宮中也是無人可比，再加上魁姑，誰還能有什麼話說？當然有話。那就是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哇，你们这好熱鬧啊！大监，拜見八子。大监免禮。啊，給大王祝壽的。是。哦，這吉壽繡的真是活靈靈的。壽與壽又同音，的確很好。大監跟着大王，什麼好東西沒見過？能勉強入大監眼的東西，那就算是能過得去了。我誇的不僅僅是你的針線，還有你的心思。宮中不缺巧手的女人，但論慧心巧思，恐怕只有八子是第一份。大監謬讚。記得八子剛入宮的時候，從頭到腳那叫個素淨。如今衣裳豔麗，人也俏麗了，這可真是人靠衣裳，馬靠鞍吶。大監竟拿我取笑。八子，老奴這次前來有一事相求。大監請說。近日前朝事情甚多，大王的心情不好，八子該花費點心思，借祝壽的時候，一定要讓大王寬心解憂。那是自然。那老奴就告退了。大王看了我的上書，雖然沒有多說什麼，但總算是點頭了。所以，一旦秦國對魏國開戰，必會派你上陣。母親放心，孩兒定不會給父王和母親丟臉。母親此舉也是無可奈何，華兒的前程都
在這軍功上了。說起軍功，孩兒想起一事。昨日我遇到了王叔公子思，见得我好一顿抱怨，说他尽管是先王之弟，可他的田宅车马衣饰，竟比不上朝中一個大夫。而且這樣下去，用不到10年，他的子孫便會住無居所，食無所保，流落街頭。秦國憑軍功，論貴賤次第，顯榮都是靠腦袋掙來的。我是真的不想讓你到戰場上去冒這個風險，但秦律規定，無戰功不可世襲官位。公子思在嬴氏旧族中舉足輕重，你還是要與他交好。楚离子是總拨，你找楚离子替他說說吧。近日宮內外不太平，許多舊族因為雙星半月的天象，鼓噪凶禍之兆，說月與歲星同光，吉有機亡，法古無過，天譴大秦，王侯將相謀不軌。還有人上書要求恢復舊制。先王尊商君而變法，寡人殺商君而尊商法，廢了舊世卿世祿制，根據軍功大小授爵，讓那些舊族們富而無榮華。他們是想借天象要挾寡人。這些年，新法民已殷富，國已富強，但仍有些舊族們心存怨憤，鼓噪之聲如夏日蚊蠅，不絕於耳。王兄要對這些視而不見、聽而不聞，恐怕很難。為了這新法，已有無數人前赴後繼，寡人走的是無法回頭之路。大王，該是去交房殿的時辰了，嬪妃們都在那兒等着要給您祝壽呢。此刻寡人哪有這個心情？大王，大家既然想熱鬧熱鬧，大王就去湊湊去吧。把这個放在案幾上。今日可是大王的壽辰，你們都好好布置，不許偷懶，聽見沒有？是。準備的怎麼樣了？王後準備差不多了。王後，眾夫人都來了，那魏夫人也來了，還帶來了壽禮。我沒派人去請她呀。王後，今日是大王的壽辰，那魏夫人又未獲罪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